超瓊如爭稻穗回港笑唔停，又搭膊，又 say hi， 如爭心情幾好啊！尋日出席商台新春團拜，全程4萬咁好啊！同你平時個酷樣錯好遠喎。新年同超瓊去巴黎，點知俾傳媒撞破。轉戰倫敦繼續行程，雖然前晚自己翻嚟先啊，但都玩得好開心咧。我任何回應都冇做多。問起手上嘅係咪定情戒指，都當聽唔到。明嘅，有啲嘢在心中得啊嘛。尋日朝超瓊都翻咗嚟，仲笑住話只係休息幾日，冇乜值得講。亦唔興打嘢上微博喎，擺明串細妹超雲同陳山聰歐遊不停貼相晒幸福啫。